從負債到月入6位數字，嗱，5個真人水晶改運嘅故事喎。咁佢哋帶啱啲咩水晶咧？我同你講啦，呢5個真人故事咧，全部唔係吹水嘅，係真係命格轉運之後咧嘅真實改變啦。第一位 fans 佢係偏財命，但走衰運喎，帶咗金髮晶之後咧，重新開啟嘅財星，半年就翻身啦。咁第二位 fans 正財穩陣嘅，但守唔住錢啊，配黃水晶加綠幽靈，財富先揾翻嚟啊。咁啊第三位感情比較弱啲嘅容易遇到爛桃花，咁就用呢個粉晶調整呢個心輪人緣即提升。第四位咧是被卡住咗，上司壓制住佢歷泥加白色水龍珠啦，擋煞清場先有位上。第5位咧佢係命格水弱喎，咁用海藍寶補翻能量，咁思路清晰翻之後咧，直接轉行成功。重點唔係水晶係神奇而係你先要睇清自己嘅命格缺乜嘢，再去補翻自己個人嘅能量位。好多人成日亂帶，結果完全冇幫到佢喎，就因為冇對準個命格。想知你嘅屬於係咩命格咧？WhatsApp 俾我 Peter Sir 打命格，我幫你睇清睇楚啊！水晶睇我 Peter Sir，唔會睇到烏 Sir。